我们的02D、05驱逐舰正在加快反导导弹的装备速度。我们的02D、055驱逐舰的对空防御、对海打击能力不亚于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看到，我们的驱逐舰有一个能力目前还没有比得上美国的驱逐舰，这就是反导能力。他们有标准3反导系统，而我们目前没有类似的系统。不过这个问题马上快要解决了。据港媒的透露，我们的反导导弹红旗19的陆基型早就有了，但海基型一直没有官方的发布。不过据港媒的透露最近似乎已经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从红旗9防空导弹延伸而来的红旗19这个尺寸是没有问题的。动能反击拦截弹的红旗19弹长 6.17 米，直径只有500毫米，弹重是662公斤，足以填入中国海军现有的02D 型防空驱逐舰和055型万吨大驱，因为它们的垂发系统的口径是850毫米，深度7米和9米的2种型号。而055万吨大驱装备的氮化镓 346B 型海之星双波段雷达系统和红旗19反导导弹系统所配套的 610A 固态有源相控的雷达性能指标它处在同一技术水准，都能够探测到2000公里以外的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如果与我们的红岸预警卫星相配合，我们的驱逐舰能够为红旗19提供精确的导引。按照珠海航展公开的资料信息，出口型的红旗 9BE 能够防御射程1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那我们自用的红旗19海用型的反导拦截能力应该会更强，应该可以在200公里的距离上，4到150公里之间的高度内，对来袭导弹形成有效的动能拦截。这个能力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弹道导弹的威胁，比如说日本的华空弹 Block 1、韩国的玄武4、台湾地区的擎天2等等，都会有不错的拦截效果。但2025年之后，我们将面临一个重大的威胁，那就是美国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300公里，从关岛发射就能够打击我们在台海的重要目标。这对于红旗19来说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美国的标准3 Block 2A 它采用动能杀伤拦截，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最大射高有1500公里，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反导导弹。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红旗26反导导弹。红旗26是咱们中国自行研制的新型远程防空导弹，属于第4代防空导弹，其总射程超过400公里，能够同时摧毁32个目标，具有卓越的末端反导能力。在2022年12月24号，海军官方微信公众号“沧海铸舰”曾经发布过一张毕升号综合试验舰垂直发射系统试射一枚海基反导导弹的照片。从这个导弹的尺寸上面来看，比红旗 9B 的导弹要更大，尾部有一个明显的3级助推器，应该是固体火箭发动机，与美国的标准3反导导弹非常相似。这个导弹可能就是我们的陆基反导导弹的海基版本海红旗26。如果红旗26的海军版本试验顺利的话，在未来不长的时间之内，很可能会装备于咱们的055导弹驱逐舰等海军舰艇上面，从而构建起覆盖海陆空全方位的防空导弹体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拦截暗鹰等高超音速导弹。从目前咱们红旗19和红旗26反导导弹的研制进度来看，中国的驱逐舰正式装备反导导弹的日子应该是为期不远了。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